来看昨午有民众伫高雄新泰园区站附近坐公车，发现讲有这公车驾驶拿塞车拿用手机看戏，民众该翕落来放伫网络顶头，佮指控讲这驾驶已经毋是头一届安尼做咯。客运公司嘛表示讲，这驾驶已经违规，会处罚，嘛会再教育训练。 初日暗时10点外，高雄的民众坐这班公车，无偌久发现有古怪。公车运将伫美大标顶面放一支当咧放戏剧的手机啊，民众阁发现司机停红灯的时，疑似咧看剧，目睭阁降落去大约40秒。太危险了吧？因为你会分心，没有办法去注意到车况啊。在于执勤当中是绝对不允许拿手机起来使用，除非你有特殊的情况需要回报给公司，还是说你有发生肇事案件需要报警的部分的话，才可以使用到手机。 民众质疑这是危害到安全，指控这位运将毋是第一届看剧，甲影片发布伫社群。客运公司回应讲，运将的行为已经违规，因为公司明确规定，除了特殊的情形，司机是禁止伫赛车时用通讯产品。就是可能他会当下会分析，所以导致他可能会过站，不然就是有客人要在那边招手，他可能刚好在看剧就会过站，不然就是没看到车要转过来就刚好车祸也是有可能的事情。他要上班的时候，手机收起来啊，叫他收起来啊，公司收啊。 加强这个驾驶长教育训练以外，我们依照市区客运的亏损补贴的作业规定惩处。那另外纳入服务品质评鉴去做扣分。客运公司对行车记录器检判司机时停红灯的时看剧，已经违反规定。虽然到这8个月，伊平常时是无啥问题，过去也无妨申诉，亲像这款的行为，但是这届会约谈并且佮教育，也靠伊的年尾奖金处罚。交通局也针对客运公司进行处罚甲扣点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